人节怎么化解关羽连控？张大仙有骚操作，关羽第一次踩，大仙没能来得及躲。关羽的第二次践踏，大仙及时反应过来，给了关羽一张黄牌。正是这张黄牌的短暂眩晕，给了大仙足够的反应时间，大仙才能在关羽第三推的瞬间直接释放二技能解控。在关羽第四推的时候，大仙眼疾手快，直接闪现躲掉致命一推。关羽血量欠佳，自知不是对手，只能灰溜溜的走了。下面是正常位速操作。开始撤退。最后看一下大仙的调皮操作。二技能丢上，哎，拉扯，拉！